台中5册的昊天宫为日月潭迎回到元老星君的神像，要来奉拜，要帮在地人牵红线。 5册昊天宫新起的拜殿，庙方迎来元老星君五路财神等等的声明。其中这尊元老，搁较是庙方为日月潭文武庙分灵来的，而且身上搁是用1栋半的汉白玉啊打造。妈祖就讲吼，即摆人有少子化，较无啥物生啦，系啊，咱着人去甲迄个南投日月潭文武庙分灵即个月老星君。必要咱安尼。 大岁平平安安啊！昊天宫伫咧10年前开始登起，即个采用罕的款的庙中庙做特色。那奉祀主神的妈祖殿，保留有90多年历史的新龛，要甲昊天宫的历史继续传承。咱的新龛，咱也阁保留着迄个民国17年昭和3年。 这木造的工程就伫要完成，昊天宫会伫咧12月22日举办入伙安座的仪式，到时民众就会当来继续参拜有唱水马为名的昊天宫妈祖。 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